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到芝麻灣視察聚丙烯膠粒散落海面同埋岸上嘅情況，有漁民即場劏開一條活魚，發現魚腸內有膠粒。林鄭月娥話：呢一啲魚都可以安全進食，但如果膠粒直接影響到魚排產量，政府會提供協助。當發嗰啲魚排，好似今次事故裏邊啦，佢係直接嘅嚇，係直接受到呢啲膠粒嘅散佈影響咗佢嘅出產。咁如果喺未來呢幾個月裏邊呢，我哋睇得到有好清楚客觀嘅數據咧，呢啲養魚業嘅朋友係受到呢個影響咧，我就會作出呢個體恤嘅安排。咁你都估得到啦，體恤安排一定係恢復翻佢嗰個可以生產嗰個能力。咁喺呢一方面，如果要動用到需要嘅資源呢，我哋就會係認真咁考慮啦。佢話仲研究緊當日貨櫃跌落海嘅具體過程同埋地點，以及貨主同承運商係邊個。但律政司已經介入研究採取行動，強調會追究到底。律政司已經係同海事處呢，亦都開咗會，亦都係需要搜集更加多嘅資料同埋證據呢，就嚟到採取需要嘅行動。我喺呢度可以強調呢，我哋一定係會追究到底嘅嚇，睇下喺法律上有啲咩責任呢，我哋一定會透過由律政司嚟到去介入呢，去採取適當嘅行動。佢又話事件影響嘅範圍只係局部，主要喺西南面，政府會動員民安隊等協助食環署同海事處加強視察，一發現有膠粒嘅地方就安排人去清理。佢亦都歡迎環保團體協助，希望集合政府同民間力量，盡快清理膠粒。